千万别太贪，妻财子禄寿占一两个就行了。大部分人都不明白，什么都想要，到头来呢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有妻无爱，有财短命，有子不孝，有福不知足。有寿穷困，天道既忙，人道既全。有的时候追求少一点，看似消极，实则是蕴含的大智慧。弘一法师在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的因素，人旺财不旺，财旺人不旺，人财两旺寿有常。世间福禄寿啊，俱全的人基本没有。人生小满即是圆满。看完这句话呢，当时突然就顿悟，瞬间感觉就不那么焦虑。人生它是切不求全的，如果一定要求全，那就要加上两个字儿。委屈，因为委屈才能求全嘛。生命特别短暂，不要被欲望把自己拖垮。但吃当下饭，且饮此刻水，唯恋眼前人。自古人生最寂寞，半贫半富半自爱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万事啊只求半称心。